大家好啊，行車紀錄片。記得訂閱我個頻道。而家係炮台山開始去馬鞍山。開始。有位置啦。记住了，你记住了。下一站到了。我跑啊！K train。哎呀，剛走咗一樣啦，死火又走啦。好彩係 K train 㗎，黐線又走咗一班車，返6分鐘。死火又死人，又 miss 咗一班 K train。做咩你擺嘅地方直接啱啱嗰啥都沒有。我们到哪边下来？别，好艰难。油塘，油塘，有趟下来还要转车吗？這個觀塘線啦，然後在鑽石山走到。还要轉車？往寶能列車即將到達，請等發現的列車即將到達。The train to Kulam is arriving. The train! Yeah! 原來真係真喎！原來你冇呃我。好嘢！而家走咗個 K train，而家又嚟㗎特別車 M train，唔知啊。而家開上車，仲有幾個站？坐位啊！坐嗰啲啊！粗啊！又開白車真係。而家即將上車。
鐘後開車。你點知啊？頭先4分鐘啊！如果有黃框就好啦。港島線又嚟，而家港島線又派出街，大班人嚟油塘、景嶺、蝦口、寶林。請勿靠近車門，請不要靠近車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uck door。我哋遇到 C 代 A171，哇 A 代嚟嘅，我哋嚟到 A171，我哋嚟到 A171 嘅 A171 A172。